别人体验醒狮鼓是这样的，有模有样。好，我们连起来啊。轻松拿捏。静静体验醒狮鼓是这样的，手脚不协調，別以為笑可以掩蓋手腳不協調係啊，我都覺得的事實。手感協調。踎得好正，摸下摸下我上翻。好了，開始。CP 又燒了，右左。可不可以再來一次？你要慢一點嘛，可以跟來。東。錯誤示範，千萬不要學啊！就係咁，呢個係最基本嘅，即係最簡單。我 CPU 燒咗。慢慢。哎，不對。